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licia，加拿大政府註冊移民顧問，歡迎大家嚟到我哋每個禮拜嘅恒信移民資訊啦。喺呢個節目裏邊咧，我就同大家介紹下咧，就係最新嘅加拿大啲移民嘅信息嘅。咁今個禮拜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咧，就係溫故知新下啦，就係呢個 Express Entry 特快通道係咩嚟嘅咧？咁樣特快通道咧就係一個管理呢個永久居民申請嘅一個系統嚟嘅，係一個聯邦政府嘅系統嚟嘅。咁佢主要用呢個系統咧去接收啲3個移民計劃嘅。第一個咧就係呢個技術移民啦，第二個咧就加拿大經驗，第三個咧就係省提名計劃嘅。咁佢就計分啦，咁樣叫做 Comprehensive Ranking Score 嘅 CRS。咁樣咧就係由呢個申請人嘅學歷啦，咁英文法文嘅程度啦，同埋佢嘅工作經驗啦、年紀啦，咁去綜合評估咁嘅分。咁咧就係定期咧，咁就係去抽籤，咁就 send 啲叫做邀請信啦，叫做 invitation apply 咧，咁你就可以去申請呢個永久居民㗎啦。呢個係聯邦政府一個管理接收永久居民一個系統嚟嘅咁樣。咁佢首先申請人咧要喺呢個網上咧就申請建立一個叫做 Express Entry Profile 啦，入晒你嘅資料啦。咁跟住咧定期咧就係IRCC 啦，移民局咧就會抽樣㗎啦咁樣。咁2024年之後咧，咁政府咧就係有計劃咧係控制佢需要嘅移民啦咁樣。咁唔係高分咧就係可以被抽中嘅。咁叫做佢有個計劃咧叫做category based， 即係針對性嘅。咁譬如最近咧就係最近一次抽籤咧就係抽咗500名嘅高級管理人員 Senior Manager 啦，咁佢發出咗500份嘅邀請函佢哋申請嘅。咁而咧就法文咧就係即係法語啦，即係由達到佢法國法語程度嘅人咧就係有5000份嘅。咁所以好多 client 就問我，點可以增加我嘅CRS score 咧綜合評分咧？咁我就叫佢哋學法文嘅。咁仲有咧就係盡量去係揾啲有管理經驗啦 Senior Manager 嘅工啦。咁仲有咧就係滿足咗技術移民、加拿大經驗同埋呢個 Provincial Nominee 省提名計劃嘅。技術移民咧就係要有最少1年嘅工作經驗或者以上啦。個1年工作經驗咧未必一定係要去加拿大嘅。咁但係加拿大經驗咧就係最少咧就係加拿大有最少1年嘅工作經驗啦。省提名計劃啦，就每個省咧有 quota 咧就俾佢提名咧，佢哋可以參加呢個。抽中咗咧，佢就有600分嘅咁樣咯。咁好啦，咁今個禮拜就同大家分享下，分享咗最新嘅呢個 Express Entry 嘅資訊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